今個經春天霧的補助天物價直直起，弱勢家庭生活壓力是愈重。基督教救助協會指出，講受協會幫助5000多戶家庭內面，平均一個月收入是2萬6，比政府規定的上架工資閣較少，食食的費用就佔37%。民間團體是希望講募一寡社會資源來幫助弱勢家庭渡過難關。你們小小的一份捐款，一份愛心，真的帶給我們人生是多麼大的暖流。因為糖尿病、目睭各樣看無法度做工課的弱勢代表，可是無銀行的援助，讓伊通繼續生活落去。民團指出，這幾年台灣的經濟愈來愈好，不過對收入無濟弱勢家庭來講，經濟好物價直直起，因的生活顛倒愈來愈艱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2026年5月佇外口的食食比去年同期起碼3%，厝稅嘛起1.76%，基本開銷的負擔對弱勢家庭來講是愈來愈重。大約有70%都是沒有辦法拿到政府補助，可是他們的生活可能比低收入戶更糟糕。對於這些弱勢家庭來講，大概就是將近了3/5到4%，他們是用在吃的上面。根據基督教救助協會內部的調查，因有幫助5465戶的弱勢家庭，這個家庭月計平均是26654塊，比目前政府定的通維持基本生活上架工資29500塊閣較少。其中食食的費用佔37%，嘛比主計處2014年調查一般家庭食食費用佔15%閣較懸。另外，民團嘛指出，其中有29%的家庭，主要是因為身心有各樣需要協助，若65歲以上的個案，適齡的比例閣超過44%，顯示高齡甲適齡家庭面對的生活壓力是閣較大的。很多就是可能沒有辦法主動或是第一時間發覺，但是透過1919的關懷網能夠走入社區，然後透過教會或是社區當中的人際關係去了解說有一些突發或是急難需要幫助的家庭。協會表示，這弱勢者除了經濟弱勢，資源嘛較少，攏愛靠協會行入社區發現。若今年1919救助套餐募集活動已經起過了，希望募集社會資源，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資，協助弱勢家庭渡過難關。記者郭金陽、志剛台北報道。